現今嘅健身行業競爭越嚟越激烈，小型嘅健身室點樣站穩陣腳，謀求發展呢？今期個案有3個人創業，其中陳耀忠同邱家樂話，踏入健身行業源於熱愛運動。23年，佢哋3個人一齊開業，共同開展日常課程，店鋪選址喺南環區，睇中四通八達嘅交通優勢同靠近市中心嘅地理位置，能夠為客人提供更便捷嘅健身體驗。咁我哋主要提供係1對1嘅訓練同埋小班嘅團體課，提供專業嘅訓練俾我哋學員嘅。主要業務係 focus 受傷後訓練啦，同埋突發族嘅訓練。因為譬如通常咧受咗傷之後咧，佢會容易肌肉繃緊啦、肌肉冇力或者肌肉唔平衡嘅情況會發生嘅。透過肌肉嘅訓練，令到佢呢件事進步翻。銀髮族嘅訓練主要係希望咧可以透過運動，令到佢哋嘅生活品質提升，咁令到佢哋退休咗之後嘅生活或者佢哋嘅老年生活咧可以更加多姿多彩。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話，今期個案係小型健身室，所以必須要突出專業化同個人化優點，並以地點便利化作為宣傳重點，打造免出境通勤同快捷預約嘅優點。而且係小型嘅健身室，所以必須要突出小班化或者係1對1課程。由於有地點優勢，為咗方便上班族，去設計一啲1小時內中午午休上班族課程，並且結合下班後加強訓練嘅時段，打造專業針對上班族嘅健康訓練。我哋係 WeFitness 次運動有限公司啦，咁我哋公司旗下有2間店鋪嘅，一間就係怡運動教育中心啦，咁另一間就係在運動工作室。而家嘅經營情況其實係趨向平穩嘅，咁但係都有少少隱憂或者危機啦，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係去咗北上消費啊。咁其實嗰個客源係有一定嘅影響嘅。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建議，企業需要通過線上線下聯動嘅方式，快速建立差異化認知，實現客源轉化同會員流傳。線上運營方面，要充分發揮短視頻引流作用，安排教練喺各個社交平台定期發布帶練教學同專業答疑內容，以乾貨吸引精準受眾。同時喺視頻中要植入店鋪嘅福利或者係私域入口，引導用戶線下體驗或者係加入社群，做好私域精細化運營同提升復購嘅核心。其實我哋將來嘅展望咧係想更加 focus 翻喺我哋嘅業務上面啦，將我哋嘅品質再提高，引入到多一啲智能化嘅檢測工具，去令到我哋嘅客人可以得到更高嘅服務同埋品質。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劉丁紀教授話，近期個案重視顧客體驗，強調實用功能性，咁就應該作為主打嘅賣點，並藉此促進口碑營銷。建議要持續推廣唔同類型嘅實用運動健身課程，主要嘅賣點應該集中喺實用性同功能性，可以通過專業儀器或者係 AI 工具，提出運動前同運動後嘅數據比較或者係體驗分享，通過實際效果突出課程實用性同價值，有助鞏固顧客持續支持，亦都能夠展示成功案例，有助吸引新顧客。